真侪鄉親無想要客南山呢，比如講你咧副社的時陣425，你會直接客525，希望伊找你100。但是你若出國，安尼若退出來啊，你可能1塊攏無退轉啊，因為對方會當作要互伊的小費啊。食飯飽納錢的時，有網友形容講，咱台灣人慣勢納濟頭。像講若食425塊，可能會花525，安尼當走規張100塊，避免講規落地啊攏銀角啊。要不過你若出國去遊覽，這步都未通啊。就國外好像不會講求要把自己的錢包的零錢用完，好像只有台灣會想要把它盡快的可以湊湊看。寒連假的時候是去日本，然後我是出國前好像就有聽人家這樣說，所以就乾脆就不要再拿給他就是零錢了，因為我怕說造成人家的困擾這樣。到了日本，附近的韓國嘛建講莫安尼納錢，有袂少鄉親發現講，店員可能會硬氣，會將寄出來錢退行李，也當作講你拿唔到錢。其實它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這樣子會比較容易造成就是對方的困擾，因為以他們的方式呢，會比較是系統化，它並沒有設定說你會再給他額外多餘的零錢，讓他可以去找一個整鈔。各位民眾講去菲律賓的時，摕銀角互店員走，想要走規張的，想要到走轉來銀角啊，佫較濟。若是去歐美國家，更加要注意，因為餐飲業者會當作講，這是要互因的小費，理所當然甲收起來。畢竟當地流行收小費。以美國來講，你若食飯飽，人甲你問講，敢要另外付15%到20%的小費？尤其是高級餐廳，收據面頂，毋若是餐費，佫有稅收，有時佫會自動算好小費，納入這個小單內。這個費用會比你開始點餐的時較濟。台灣有習慣性的納錢方式，不過各國文化無同款，要詳細考慮在地文化，免你講雙方攏無啥啥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，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